由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，佮着新興國中師生共同規劃，台南市全民科學日的活動。25號下午，佇新興國中的視聽教室來舉行開幕式，包括市府教育局專門委員鄭文達、成大理學院的院長蔡進俊、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，以及多位參與的學校校長嘛攏到場出席，場面盛大。新興國中跟成大科教中心呢，其實我們不只是承辦全民科學日開幕的合作關係，那種感覺更像是我們是一起努力在推動科學教育。好，那去年我們透過科學的密室逃脫，讓學生可以在解謎中呢，可以去探索科學。今年我們的關係更密切，我們共同申請了科學教育計劃，持續的讓我們的科學教育呢，可以更向下扎根。我們的概念簡單，就是博愛，這個有教無類，所以我們原則上教材費，就所有的教材準備完了就送給所有有參加我們的這個國中的。那當然，所以也是希望接下來如果我們在推廣的時候，盡量再把國中增加進來這樣。活動佇新興國中課程隊表演，迎接各位的貴賓。另外，還有大型玩偶蔡奇亞的舞蹈甲來賓互動。新興國中的校長鄭雅麗表示，該校申辦科學日的活動，今年已經是第3檔。透過科普的活動，佮着實驗實作的體驗，希望引導學生會用個親近科普，探索科學的知識。現場市府教育局並且頒發感謝狀，感謝成功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每年的付出，希望未來會用個培育出更較儕科學精子，散布佇個全市的每一間國中。台南新聞李盈根採訪報道。